妈，哥，永生挑人店今半年重新开张，请保庇大家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赚大钱哦。永生，来，永生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打好了，右边。外带给外带都好了，谢谢，下次再来哦。太好了，朋友，永盛豆浆气球大放送哦，记得囤哦。外带都好。早安。这是一个传承，精神的传承。而且我们是重新的包装，重新的让大家耳目一新，而且我们是推陈出新啊，新的一个形态跟大家见面。哇，好痛！钓鱼的员工，我来成功的跳龙舞跳的，跳龙舞跳。真想被你抽，不要给我性感的表情。要什么表情？跳龙舞跳的。为什么是这个表情？因为他有病。没有了，那这荣耀的时刻交给导演宣布吧。要来了吗？啊，下线了。下去了。小花，小花，温暖你的葵花。风越停，你透出香口林沙。热泪砸本爱，热泪家破带上去，香都厉害。小花，小花，故事该留。